来看德鲁区国家公园利用竹仔等天然的材料去专门互芳大的旅馆哦，看亚克力的房仔，互民众会当挖近清楚来观察芳的生态。这是德鲁区国家公园办公室边仔的树林，这间茶厝内底放真侪有落空的茶，或者是竹仔。用透明的网仔来观察，会当看到毒鸡的芳带入去内底了后，伊生长甲生长的过程。这个亚克力里面就是独居蜂妈妈宝宝的生长情况，一个巢室一个巢室外面风洞，其实里面长的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个是目前它结蛹的状态，结蛹状态之后呢，它就破口而出。OK。太管处表示，一般的民众较接看的大部分是采蜜的蜂，甲虎头蜂等社会性的蜂。毋过，其实自然的环境内底，蜂有2000多种，毒鸡的蜂都占85%以上。因有的食菜，有的食草，伫生态系内底扮演浪费重要的角色，嘛影响虫拖的数量。生态本来就是一个可以永续的一种旅游的模式，让每一个人都去了解生态。因为我们现在未来的旅游模式，绝对是跟在地的文化要有深度的连接，跟在地的生态要有丰富的连接，不会只是这种打卡式的旅游或过劳式的旅游。太管处强调讲，打造毒鸡蜂咧大的所在，目的是以生态教育为主，并毋是要增加多一种蜂的族群，也是希望维持自然界的平衡，互民众了解生态系。官方强调讲，会甲太管处配合，协助相关生态教育的形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